哦，要到农田耕作，农用的铁牛车，要到田里面了。哦，你看那是什么机器啊？是不是开过以后那个绿色的就都没有了？哦，旁边好多白鹭鸶啊。哦，那机械化耕作。再往前就是那集水溪的河道。在正前方，正前方高速公路西边那座庙是孤野的代天。现在车子很多的是高速公路，义高、中山高速公路。这里正前方看到的是地头港、浪潮港、盐水地头港、浪潮港，北边河南里，南边南港。这是村落的东边角落。哦，正前方看到那个一座庙，哦，那是敬天宫。在过去西边有那个宋江馆，就在河道旁边，还有在集水溪旁边。宋江馆、宋港馆，哦，地头港、浪潮港村落就早期就是从那个宋江馆，就那一座庙敬天宫的西边，在集水溪南边，集水溪河畔南边，哦，宋江馆那边发展起来的。在古代那个到丰内海的港啊，港的水道可能也跟那个集水溪水道有关系啊，因为集水溪有那个水灾，然后改道嘛，可能就用了这个古代到丰内海的港的岔港的水道嘛。南头港啊，就是跟到丰内海的岔港有关系的，然后再到比如说集水溪的河道的路线，然后再向东哦，过了高速公路的桥，再往东哦，往右边哦，就会到铁线桥嘛。铁线桥那边的港，在古代清朝那个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嘞，帆船都可以开到那里的铁线桥。铁线桥的港再往南边可以到那个，我再往东边应该是到柳营了，柳营，然后经过现在代天苑的南边的河道，在中心社区的关怀据点右边南边有那个池塘，那就是以前河道帆船航行的水道的遗迹。再往东可以到奇美医院东边的那个柳营。那个德延皮这完毕了然后如果往南的话，如果从毛港尾那个港口也是很重要，毛港尾港口也是很重要的港口。再往南大概可以到善化到安定善化那边。所以说古代有捡到王船，可能是从柳营那边放的王船，然后流到善化那边被捡到。善化代天湖也有保留的王船呢。代天湖，善化代天湖，到这个也到柳营代天湖。有请刘王公的那种礼仪啊，然后安定苏措。真护宫就第一代天湖，南宁总镇守第一代天湖，安定苏措第一代天湖，真护宫举办了绕境烧王船呢，王船在地火化仪式之前，也会先到柳营这条高速公路的东边右边，到柳营代天苑请游王公。柳营在今天游王公出行也有经过到南港这边，
比较松软，比较台语讲就烂头港，日语的音也是用烂头港，台语的音烂头港，烂头港，烂头港，烂头港。然后现在那个国语的音，查字典是念作地啊。哦，你看柳营在天命出行有经过烂头港的，然后再从那座桥正前方那一座桥，烂头港从北边下林里，那还有经过那个桥到保生宫哦，正前方有一座庙，看到屋顶的那就是下林里的保生宫。然后再绕往东边，可能会到正前方乌爷庄的代天，再往东到那个铁线桥，铁线桥有妈祖庙、通济宫、旧的通济宫、新的通济宫，然后再往东边回到柳营代天殿，哇！